美国有一个金融家 Gassman 已经过身啦，伊93岁看守，即阵宣布要捐美金10亿，差不多是代表316亿，予纽约的爱因斯坦医学院，用来支付所有医学生的学费。这是全美国医学院有史以来收到上大度的捐金。That my late husband, David Gottesman, left funds in my care that allow me to make a gift to you. I'm happy to share with you that starting in August this year, the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will be tuition free. 近代破声看过爱因斯坦医学院董事会主席鲁斯·戈特斯曼的声音，日后伊宣布捐10亿美金，合大票316亿，予爱因斯坦医学院。医学院官方网站指出，这是全美国医学院收到上大的款项，学生有希望摆脱学贷负担，同时引起更较侪经济条件受限的优等生入学，对学院医学研究发展将有帮助。爱因斯坦医学院成立69年，在纽约上山车布兰克斯区，迄所在医院早产死亡率高，是纽约州上无健康的地区之一。纽约时报指出，大笔的慈善捐款大部分捐予较富足的曼哈顿医学院所。戈特斯曼在1968年加入爱因斯坦医学院儿童评估控股中心，在学术障碍领域正专门，要做医科临床教授。近年来也做董事会成员，参加申请入学面试工作。伊甲已经过身的翁婿，第一曼哈顿投资公司创办人大卫·戈特斯曼，当年捐钱资助医学院。爱因斯坦医学院一年学费将近600美金。纽约时报引用学校的讲法指出，将近50%学生毕业了后负担的债务超过20万美金。在纽约市其他医学院毕业生当中，有同款债务的申请医生人数占比无到25%。如此的选举，予爱因斯坦医学院加做纽约第2间无需要付学费的医学院。2018年，纽约大学先宣布付医学院学生的学费。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。